今年年底都要欢喜迎接圣诞跨年气氛，对着市府来讲，嘛是团队接受考验的时阵。上午第一场成果发表会，由副市长赵庆惠主持，包括经济发展、农业、劳工甲地政，拢由局长分别发表5分钟的简报。希望在疫情的冲击，希望会当为台南创造新经济时代，实现安全富饶城市的承诺。伫每一位局长报告以后，市长甲高产业界代表以及媒体，马上夜排啊编价，参照科技共款。水利各项我们也可以补助各项公共建设。那哇，董事长稍微有点那个抄袭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他报告的一样。富饶城市赞不赞？赞！台南市赞不赞？赞！今年充满了挑战，但是我们勇敢地迎向这个挑战，并且缴出一个相当让国人让市民朋友可以接受的成绩单，尤其在失业率的降低，在就业劳动参与率的提升，以及在公共建设基础设施的部分，都到处可以看到台南市欣欣向荣的一面。也期待借着这个成果的这个初次的公布，能够让市民朋友了解市府团队事实上是非常努力在做的。那议员的监督、议会的监督，我们也是非常谦卑的这个听取议员的建议还有指正。面对市府大动作选定科北来进行招商、农业转型、甲优质土地开发等具体成果来向市民报告。不过，看到议员出入会间中，却是真无满意，认为根本是家己保，真烦恼科北拢无重大建设。你没有看到他对大西北有任何重大的投资建设，能够让百姓生活改善、增加收入、增加就业机会都没有，所以我对这个记者很不满意。一当搁要过去，面对2021年的挑战，市长表示绝对是用乐观谦卑的态度来迎接，强调市情无上好，只有更较好。台南新闻关之何乔邦采访报道。